今日嚟睇睇有錢人住嘅地方究竟係點樣嘅？咁住響呢一度究竟又係點樣嘅一個體驗？作為大灣區首個新加坡級訂製嘅一個低密度大平層豪宅，最近咧一直霸屏各大媒體。咁屋苑咧位於中山東區 CBD 核心位置，1公里範圍內咧富入城 Coco City 幾大品牌商場環繞，喺呢度行街食飯睇戲都不在話下。而且距離深中通道出口咧都係15分鐘嘅路程，輕輕鬆鬆通往深圳口岸翻香港 so easy。咁成個屋苑咧係由3棟樓宇同埋1棟公建配套去組成嘅，合計128伙。咁咧屬於一個純大平層嘅一個社區嚟嘅。咁額外咧仲配備咗一個500平方嘅空中度假式泳池同埋全齡嘅生態花園。住響呢一度咧就係一種度假式嘅享受。C 梯入戶203個平方，竟然做咗3房2廳2個衛生間嘅佈局，一個字奢侈。超1000尺嘅華麗大客廳，搭配3.3米嘅一個層高，無論喺空間感、採光、通風效果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呢個咁闊綽嘅露台咧，係我最中意嘅一個小天地。咁無論喺呢度種花花草草啦，甚至喺呢度做翻個健身嘅區域，都完全係足夠嘅空間㗎。餐廳呢個位置咧，擺翻張8人嘅餐台都係綽綽有餘㗎。旁邊仲有我哋一個生活嘅小露台。呢度嘅裝修咧，開發商都係做好俾你嘅。聞說呢度全屋嘅裝修設計都係由頂級嘅豪宅專家李日雄團隊操刀，對標愛馬仕頂車嘅標準。你睇橫線嘅設計同埋高級嘅材質，盡顯現代豪宅嘅質感。而家60萬首期上車，可以做呢度尊貴嘅業主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我將詳細嘅資料 send 俾你。